各位，我哋今日要玩鋪勁嘅風筒界兩大巨頭跨國大對決，一邊係嚟自新加坡嘅 Strive， 另一邊就係嚟自意大利嘅大力士 Palace。究竟呢兩部邊一部係 King of the 吹？你嚟個風力大比拼，用乒乓波測試佢哋嘅極速風力。遊戲規則即係鬥吹得高啊！睇到，咦？佢仲有一個特別嘅好處喎，佢咧原來係可以360喺度轉嘅喎。即係我哋髮型師就唔使屈個手腕啦。第一個回合開始，我哋嚟測試1級風力。第二個回合嚟真㗎啦，直接嚟3級風力。第一局意大利風筒1比0領先。我哋而家嚟個紙巾大挑戰，測試下佢哋嘅吸力。第3回合吸力測試正式開始。同樣都係3級風速，睇下邊一個可以將紙巾吸得最穩陣。新加坡嗰邊捱唔住啦。第二局啊，比數嚟到2比0啊！觀眾最期待嘅環節啦，前面嗰2 part 都係理論測試，而家我哋理真嘅。Game start！ 我哋分別用同樣嘅手法、同樣嘅濕度、同樣嘅時間，幫同一個假人頭進行吹發測試，1分鐘，睇下邊一個可以吹得最乾、最靚。1分鐘到，我哋嚟睇下新加坡風筒吹完嘅效果。發尾啊，明顯仲有濕氣，摸落去仲濕濕地。呢種唔乾透嘅情況，好容易造成毛躁鬆散㗎。而家我哋再嚟睇下意大利風筒吹完嘅效果。無論係髮根定係髮尾，摸落去都係乾爽順滑，甚至感受唔到任何濕氣。最緊要嘅係，你會發覺佢對比新加坡風筒少好多毛躁，頭髮望落去光澤好多㗎。呢個回合啊，意大利風筒壓倒性啊，3比0啊！經過3輪激戰，我哋嘅 King of the 吹終於有結果啦。咁多位觀眾可能會問，應該點樣揀？新加坡風筒佢係輕身嘅，佢嘅風力正常咯。如果你預算有限，咁你係揀佢嘅。但係如果你係追求極致嘅吹頭體驗，一定係意大利。如果你係一個專業嘅髮型師，你一定要試下呢部意大利風筒，佢絕對唔會令你失望。就算平時喺屋企自己吹頭，意大利風筒都係你嘅不二之選。記得留言話俾我聽，你會點樣揀？記得追蹤訂閱關注我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拜拜。